欢迎光临面包客栈，小妹金水仙在此为你服务，这边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方佑兴，我伫面包客栈内底演的是金水仙。还未过身进前，伊是一个歌戏班内面拢是演女主角的。伊甲伊的师傅有传真深的姻缘，这姻缘因为伤过爱，所以有怨恨伫内面。两个人过身了后，拢伫这个面包客栈，搁再次重逢。多少春秋来又去，我入莲别金枝。水仙，你的先生这么用心栽培你，你敢就一定要反背伊？为师家事放袂记，至今犹怨这呢难事。较紧嘞，较紧嘞，较紧嘞，较紧嘞！有爱弟，换手！以前教你，你拢袂记你啊？先感觉上困难的是，我入去录音室了，导演都一直甲我讲，你莫遐敖唱，因为金水仙袂遐敖唱。所以我就爱去想，哦，金水仙若是咧唱这段歌戏的时阵，伊会安怎唱？若是或者是伊会安怎唱？这对我来讲，佫是歌戏背后，你佫爱做一个功课的代志。无聊找伊来作伴，人人较爱讲，也谈天说地。面包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。